开开案件引起社会关注，立法院在今仔参讨通过刑法修正案，无到即回囡仔若准防虐待致死，即嫌犯的罪行会加重到死刑。台北市5个选区公办电视罢免说明会行举行，国民党立委含这罢免领銜人交锋对垒。气象署发布轻度风台威派海上警报，这2天上挖进台湾，东北部要注意落大雨，若航班轮班有变动，请民众要注意。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8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去互这两母苦毒甲死的开开呢，引起着社会议论。立法院在今仔3读通过刑法第272条之1和第286条的修正案，明定这无到7岁囡仔若准犯苦毒到死呢，这个嫌犯伊的罪行会当加重到死刑。你怎样？我到这不行啊！你怎样？你为什么动手飞了？我哪有动手啊？我哪有动手啊？为什么人先来报道安怎坑立法院开会进行调，立法院起卡动手？立法院18审查被看作开案条款的刑法修正案，正定第272条之1对违反7岁者犯杀人罪，加重其刑2分之1。那其他违反7岁者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也修订第286条，应对违反7岁者致死、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那被联手表决之下，用释出优势3读通过。条文修正通过。开开，你可以安心的睡了。针对杀害未满7岁的婴幼儿，要有他独立沉醉的保护必要。因为当婴儿被施虐，他没有办法替自己讲话，虐杀婴幼儿罪该万死。这样的恶行，如果你只是用现在的目前的法律所谓的伤害致死来看待，那我们就成为沉默的共犯。我们不是要惩罚父母，我也不是要制造寒蝉效应，我们要吓阻那些已经没有人性，甚至用他的情绪，用这个手法来发泄他情绪的恶人。民进党团认同听话虐待囡仔暗高明免罪修法，虐杀儿童处以极刑，没有一个政党反对。我本来讲说儿少法本来就加重其刑1/2，你们就一定要讲说7岁以下。我当初就跟你们讲说，如果发生8岁的你怎么办？零容忍不是死刑酒驾我们也讲零容忍性骚扰我们也讲零容忍经济犯罪治安我们也讲零容忍那国民党有多少人要2次死刑了？你们自己讲。在刑法286条制度规定当中，民进党伫会议区举行，因为其赞成票引起关注。伊声明是操作失误造成误解，佮强调对囡仔保护应该实行制度改革，真正面对极限的议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顶年9月，这高雄有一个查甫人讲，这楼顶伤过吵呢，伊就冲到楼顶，当囡仔面头前夹一堆红仔布刣死。这刑事的部分一审判嫌犯2个死刑，专案也搁伫咧上诉。那家属是提出着民事求偿，法院判讲，这个嫌犯就要赔付这家属2448万。不过这嫌犯根本就无啥财产，恐惊这个判决只是一个数字尔。涉嫌家楼顶的厝边4落红仔布刣死吴良满，封掠着时阵拢无讲话。2023年9月，伊讲厝边伤吵，2个囡仔面前甲伊的爸母刣死，刑事一审判伊2个死刑。家属另外提出民事赔偿将近5800万，一审判决公布了。陈审法官审理后，判命被告应赔偿被害人2人之子女抚养费及精神慰抚金，共计1600万0 5735元。判爱赔偿2个囡仔1600多万，4落红仔布的爸母因为名下也有财产，无需要囝儿来奉养。扣除这个丧葬费以外，每一人赔200万块精神慰抚金，总计吴良满爱赔2448万。严国家属被关认为讲，吴良满根本无在调赔。也就只有房产而已房产还没有缴完贷款而且第一顺位还搞不好不是我们。对就是要命没有，要钱也没有。讲明白一点就是这样。如果被告的财产不足以支付这么多的金钱时，被害人的家属可以向犯保协会提出犯罪补偿金的补偿，每个死者可以请求补偿180万元。
环保协会郭永芬会讲，当时第一时间协助家属对吴良满名下财产提出假扣押，也陪伴家属青年外还这被害补偿金，也坦白讲，就算假扣押，对方若是财产真少，也是要办恶贷款，家属真歹得到专业理赔，不过也是要尽上大努力维护家属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台师大查某骹球队去互抽血争议，教育部有成立这申诉对口。到目前为止呢，有3个学生提出申诉。另外，伫个社群平台也有另外3名学生把这受害过程写出来。教育部表示已经有主动接触了。不过，根据着学生讲的内容，是对2017年开始就有学生去互抽血，到当时7、8年啊，这受害学生恐惊不是这几个尔。最重要的就是先补查多少人受了什么伤。公开的调查，清楚的知道什么伤，那我们才可以知道怎么治疗。到底有偌济学生被逼抽血，根据生也无清楚。按过为去年11月爆出这代志了后，真侪摆表明，家己109年7月开始，每年休寒休热拢14日的时间，每日至少抽2公。另外一个队员也表示，第一开始的休寒休热拢抽血。我只想问一句，教授们，如果你是我们，你撑得住吗？如果你的血管让我抽，你愿意吗？要办学生讲，106年开始就抽血，不过根据学校提供的资料，就太兴教练伫108到111年有2个研究项，但中庆教授有4个研究项，其中建构新世代青春女性骹球运动性心理、伤害甲表现的智慧感测，甲性感平台是国科会青春运科研究计划1.0一组计划，就太英是研究共同主持人。这计划已经停止，经费交回资料销毁，不过这几年来受害学生恐惊更较多。到底抽了多少管的非法的血液？然后这些血到哪里去了？但是，国家甲即马教育部甲国科会才介入引起批评。国科会主委吴成文强调尊重学术自由，过去半年外继续进行相关调查作业，照行政定数发函予大师大。不过学校每一摆回函拢轻轻带过。3次发函，来来回回，浪费了非常多的时间。其实我非常痛心啊！台湾师范大学身为台湾体育界的一个龙头的学校，并没有真正扮演一个值得尊敬的龙头学校的典范。教育部甲国科会组成的专案小组会一一检视研究函，不过就太英教练以涉强制甲侵占8.17到大师大调出研究资料，搁查靠会议检体。大师大声明计划主持人陈中庆教授甲学校行政人员全程陪伴，则规定妥善保存所有相关的资料甲检体，绝对袂温藏或者是删除，配合后续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有风声讲，总统赖清德8月的第2届出访这中南美洲赛友邦，而且过境美国。目前总统府是拢无证实。香港媒体《南华早报》报道讲，美国为着要顺利筹办传习会，可能会考虑取消赖总统过境。针对这部分呢，这美国国务院表示，赖总统过境符合当地政策和惯例。讲国务卿鲁比奥在伊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双边会谈的时阵，王毅无讲到这个问题。用台湾味的小饼入两个豆丁，交台地配来台湾的奢华蒂尼、碧流、马罩加土瓦路丁友邦青年。总统赖清德表示，台湾甲邦国国正是深交有共同理念甲价值，希望大家应更加熟悉台湾。吃吃台湾的美食，看看台湾美丽的风景，然后也对台湾人民有进一步的了解。然后建立一个更深厚的情谊。赖总统去年第一摆出访就访问南太平洋友邦，过境美国夏威夷甲关岛。最近传出赖总统规划8月要访问中南美洲3友邦，各分别伫7、4甲14。过境美国纽约甲德州达拉斯，各界拢关注美方是毋是有接到中方提出来相关的交涉。Transits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high-level Taiwan officials, including presidents, are again in line with past practice and fully consistent with our long-standing policy, and such transits are undertaken with consideration for the safety
comfort, convenience, and dignity. 美国国务院发言回应罗总统过境符合管理嘅登记政策，高级初国卿卢比奥11日中国外长王毅进行双边会谈嘅时阵，王毅无观察相关状况，学者认为那中方有相关施压动作，可能反映伫罗总统确实出访日期，甲过境地点是受后续变动。如果赖总统过境也会被拿掉的话，那表示说，中国会有一些影响力，美国做的一些妥协。我目前看起来似乎还没有。We have seen a dramatic uptick in provocative and proactive CCP efforts to infiltrate, sabotage, and divide our society. And that is why President Lai has outlined 17 lines of effort in response. 副总统萧美琴18日甲驻台外国记者讲话时阵表示，面对中国文攻武吓，罗总统祭出17条行刑手段，不过也表示政府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而且无法摕伫对等尊重基础之上，甲北京当局对话。记者综合报道。目前是中国的休渔期，禁止这渔船啊掠鱼。不过，昨年这偏澳渔民伫咧海峡中线，看到这中国的铁壳船伫咧海边作业，虽然无看到中国海警船出面执法。看到这中国铁壳船的这个偏澳渔船就表示讲，因是伫咧七比西南方大约是80海里的所在作业，有50只以上，所看无中国海警船。目前台湾当咧汉光演习时机正敏感，无正正常。也那偏澳的海巡队就表示讲，这铁壳船无过界，就照本地区核巡逻保持监控。浙江高美汉光41号演习来到最后一天啊！这花莲机场再起到 C130幻象 IDF 定战机起降，也那花莲台东含外岛再起举行城镇轮型防空演习。台东有民众是无了解情形，有愿骑脚踏车伫街路乱扫，去互警方抓落来。也那金门呢，也有民众伫咧演练的时阵，骑乌托邦去 ATM 领钱，同款是向抓落来。高只C130陆续降落，汉光41号演习来到上尾一天，早起的花莲机场是真热闹，刷落来分别起飞的战机有新竹空军基地、幻象战机、IDF 战机等等。士兵演习来到上尾，官兵做声阵冲侵作战的上尾阶段。天才拄光，中甲运兵车伫花莲市中央路含家乐福头前在刷动。10日早起，花东含外离岛县市举行城镇轮型防空演习。花莲代替的吉安火车头实施赈灾抢救，消防局小是开设救济站来演练，市公所的民众配合演练，头毛咧裤落来保护头部。花莲县长徐正伟嘛亲身来指导。那目前刚刚有办公的民众也已经做紧急的避难的一个整理，已经疏散，那也到我们楼下去做一个避难。平时期间的这个多一份准备，那暂时我们就多一份从容，多一份安心。那做的就是希望全民一起参与，那让大家成为一个防灾的种子。不过，防空演习冇意外的状况，台东市区有民众唔知影状况，佫骑铁马在射击，随后警方拦查。另外，航空站火车头含大卖场嘛加入民众演练的部分，民众照指引疏散避难，但是冇民众因为健康的因素，无法度完全遵守冒头的避难动作。右手举起来，配合国军汉光演习来做实兵的操演。验证各行政体系动员和建立完整的战时灾难救援处理机制，达到强化防空战备、提升全民防卫动员整备的效能。也透过转去金门演习，包括交通管制、防空避难、灾后的救援等真侪项目，是金防卫部和金门县政府做伙执行，民众配合度真悬，中甲车路规个清空。今天我们办理防空演习，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本县在面对各种可能空袭威胁时候的应变能力，强化民众的防空避难应变知识。不过，就伫警部解除进前差不多4分，金城民权路有一个负责人骑乌托邦要去 ATM 领钱，警方看到随过去甲拦查。本案经调查后，该名汽车骑士系误认防空演习尚未开始。经现场员警发现，随即进行拦停并引导避难，尚无拦停劝阻不听之情事。警方提醒讲，民众在演习的期间，若是无照规定配合防空演习命令的管制和演练，会当依法来罚以代票3万块以上，15万以下。记者综合报道。
气象署发布轻度风台微拍的这个海上警报，这2天呢是上接近台湾的，东北部就要注意落大雨，花莲台东会落大水雨。另外，航空局表示，讲19基隆马祖、南竿东引东部地区含小三通的航线会全部停航。旅客排队坐船，对东港欧洲琉球东流38湾正常营运。不过，受风台外围环流影响，业者已经打出公告，19提前上班，伫早起就会出尾班船。轻度风台未拍，中心伫牛乱批的南东远的海面向西北西来进行，暴风圈则慢慢进入巴士海峡。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南部甲东沙岛海面拢伫警戒范围。整个季风低压它的云系带来的影响，还有台风外围环流带来的影响之下，东半部的雨势在今天的晚上到明天，它的雨势会相当的明显。此外，在风力的部分，随着台风在逐渐向西移动的过程当中，在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这段时间，台风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气象署提醒，微拍风台位伫季风低压带内底环流情况，18下晡了后，东半部地区已经开始陆续雨雨暗雨会愈明显，东半部雨会愈来愈大，南投山区、高屏山区、大台北山区、甲基隆北海岸也开始雨雨。19日时开始雨雨所在，对宜兰一路来到台东以及恒春半岛，一直到20礼拜，东半部雨势较热，不过也是有局部大雨。气象专家分析，微拍风台伫通过巴士海峡时，暴风圈卡到海境范围的边啊，不过伫陆地要17被发布入境，不过爱注意拄到年度的大楼。礼拜西半部爱严防较低所在海水倒流。尤其是在高屏沿岸这一带，因为它的地势比较平坦一点，所以说如果潮位很高，然后风又比较对着陆地吹的话，就容易引发一些海水倒灌。专家分析，虽然微拍风台雨势是观测重点，不过风台移动过程环流带来强阵风，尤其是基隆北海岸甲恒春半岛风会更较透。气象署已经对新竹以北甲宜兰花莲台东甲高屏地区发布陆上强风特报。气象应用推广基金会指出，拜六风台通过巴士海峡进入南海，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也转为阵雨，东半部甲屏东受大量雨雨机会。下礼拜1、2起，因为季风低压大量的水汽，其中有热带系统发展，可能有地灾的天气，也需要搁再观察。记者综合报道。风台来的时阵呢，这台南有12000多户受损，真侪受灾户因为年纪大，搁找无人来斗助，这修复进度是有较慢。有民代是建议讲会当找义工来协助，不过市政府表示无符合规定，会含中央协调这解决方案。另外，停电停甲真严重的台南呢，昨中昼已经恢复送电，总统赖清德含台电的董事长也亲身表达感谢。拢无错过。地民众倒来台南七股的古厝，规厝顶拢互风台掀掉，光显现随日头拍。风灾过了后已经几若天啊，严国民众真无奈，搁进入医院补助时间。即摆就是无卡销，阮年岁有啊，唔敢爬，惊。这民众徛过厝顶也风吹掉，因为找无工人，只有利用厝内底人无上班时间，家己来铺篷布。不过要是几若所在无看好，就惊煞来互规要过来啊，也毋过也是无多甲厝修理好。家己礼拜较有时间通去打。少年人去上班也无法度啦。恁打布棚的也无要敢打啦。为少民众家己修理厝顶出意外，台南七股58岁师傅无生地摔落天12针，也来家里要18人，头壳形摔落送病院也是不幸死亡。台南市府估计全市厝派去大约是12000户，修复作业也真长，因为真欠工人，就算有钱也请无师傅，加上即阵也是雨季，民意代表希望义工能做修理厝的工作。不过台南市府也是真无奈，讲即阵现行法规无稳准。那这边我们会再来跟劳动部这边来做一个沟通，看这个情况比较特殊的情况之下，有没有一个可以排除适用这个就业服务法的一个空间。台南市风台也造成电力基础设施受灾真严重，台电估计全国总共有3499支电火条啊，3座电塔被吹倒，总共160,000户停电，其中台南受灾是上较严重。经过最工的抢修，17中到台南也全数复电路。总统赖清德甲台电董事长詹文生也亲身来表达感谢。那种全心全意恢复民众用电那种使命感，这个是台电人的光荣。这一次的台风抢修也是工时最长的一次。我的女儿没有在她清醒的时候见过我。台电也讲，即摆采取跨区支援的方式，增加发电的速度，也陆续请各区处支援的动能规建。不过，前一个风灾也伫先后收尾，山内可能有大雨会来，互灾民也是感觉真无奈。记者综合报道。
三元能源科技高雄厂14爆炸大火，目前是2点钟就要转一阶水。地方也烦恼这安全和污染的问题，就风声讲要求这三元就要搬走。公司表示讲会继续和当地居民沟通。那市政府也启动稽查，要求1礼拜内完成高雄8座电池厂检查。火调人员甲其他相关单位再去入去三元能源科技高雄厂，要调查火警事故的原因。另外一边，还有消防人员每2点钟对移动式炮塔送水下水，稳定控制温度。暗过时发生的火警又有发生爆炸，真正惊人。火伫15才控制，以后周边的邻里甲民代正不满，要求三元爱前抢。每天都有我的里民来打电话来告诉我说，里长你应该要有动作，你不能这样继续沉默下去，你要带我们去表达我们的心声啊。这次发生了以后，我们觉得说他们所说的每一个东西都是谎言，所以我们非常生气，我们也不希望说你当初所讲的跟现在的，那你安全在哪里，我们都完全不知道。经济发展不能建立在危害公安、生命的威胁，还有环保的品质。尤其厂区挖近人口正密的所在，地方烦恼若阁发生意外，无排除为厂表达诉求。持续积极和地方上各界沟通，尤其是我们最邻近的左邻右舍社区，希望邻居们能给这个团队一个持续优化，把厂区做得更好、更安全的机会。去干嘛做啊？哪趁钱，总对百姓做啊。三元回应会阁积极家庭沟通，释出上大善意。高雄市政府嘛启动其他厂区稽查工作。目前全高雄8间电池厂，16开始1礼拜内爱清查完，嘛要宣导业者对祭田区甲发生区这设备最好自主的管理。记者采访报道。来看新北市3重埔高菜市场要多经，那新北市政府本地是要原地改建，不过后来选去泸州和这金河湾计划是结合做伙，这引起着泸州居民的不满。因即期讲有这么重大变化，就要办这公开展览、公听会，让民众了解新的规划。那市政府是讲相关的交通规划，因会想办法。那阵经过审议，有需要搁再办公开展览，因也会配合。3重埔高菜市场原本新北市府拍算原地改建，去年6月煞按算要甲市场刷到泸州，加入当地南北边的银河湾计划开发案，引起泸州居民的不满，甚至组织自救会发动联署。有民众表示，泸州平常时3条对外的桥就真够塞车，市场若煞来，真侪菜车需要出入，可能会让交通的问题更加严重。希望市府针对这个计划，搁办公开展览或者是公听会，和居民沟通。我想他最需要的是尽快的呢来帮我们办理这个公展跟公听会的部分，来让真正泸州市民能够知道这个果菜批发市场进来是真的没有问题，还是真的是有问题的。农业局表示，目前会先规划菜车按3重埔交流道接宽体大道，莫影响到泸州的对外交通。针对停税问题，城乡发展局表示，市府自109年到110年已经有办过说明会，要邀请民意代表来参加。目前计划虽然已经送到都市委员会，但是经过审议，需要搁办公展，因嘛会配合办理。考量到都市计划的审议的程序，那如果后续决议要求再公展，我们就会配合办理。城乡发展局指出，都市计划是法定程序，因会照法律的规定来行，未来嘛加强和在地居民的沟通，希望会使建立共识。记者桂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讲到头一批罢免投票是7月26日举行，那中选会在今仔日审定国民党立委罗明才案宽刑，等5名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补行过关。这罢免案成案会伫咧8月23投开票。中选会已经公布第一批罢免案有24名国民党立委，加上新北市长高虹安投开票的日期是7月26日。那中选会在今仔召开委员会议，审定国民党立委罗明才、江启臣、杨庆英，还有颜宽恒、林书明的罢免案拢成案，会伫咧8月23投开票。同一天呢，也进行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尤浩的罢免案，还有核三厂丁芳的公投案投票。讲到这7月26日的这个罢免投票呢，这台北市5个选区的公办电视罢免说明会，今仔日有举行啊！那国民党立委王宏美、李彦秀、罗志强、徐卡心和罗树宝，拢含这罢免团体的这领衔人交锋对垒。那罢免团体论述的内容，大部分是讲这国民党立委两化立场，那这立委是讲因做外籍代志。
市场罢免投票春8日，17月选会公办电视罢免说明会，其中上受关注的就是国民党立委齐卡心，甲罢免案带头人做形成重大对决。我2008年还投票给马英九啊，这是我一生所犯的错误之一了。这么多蓝的跳出来，我要罢免这些蓝营立委，这表示他不是什么蓝绿对立。赖清德有办法指挥这动国吗？如果今天要真的讲到黑箱去建共产党的高层，曹兴诚本人就是最亲中投共的始祖。双方件事交锋无相让，罢团的论述大部分集中伫南会的两法立场，你敢是罢免案带头人，讲的话佫较惊人。中共会把台湾的男人送去朝鲜，另辟朝鲜战场，来分散美国的兵力。台湾的女人跟小孩都将成为中国共产党高官活生生的行动器官库。我们没有仇恨的筹码，我们也没有撕裂的本钱。我们都可以看到数份民调，反恶霸是主流的民意。如果您不出来投票，就会让少数人决定我们的未来。以王宏威、傅昆萁为首的这些立委，在面对中共统战官员声称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时候，他选择微笑以对。大家非常担心的就是大陆观光客不来了。以王宏威所处的中山区是全台湾观光业最密集的一个行政区，各大媒体都有报道。我不了解为什么罢团你们又不做功课了。齐卡心李干秀、罗志强、罗斯宝甲王宏维拢拍出政绩牌，强调家己竞争了后，在国会推动未少法案，双方各自说明，要让选民做出最后的判断。记者综合报道。立委会进前要求12000名中国配偶就要交图一证明，上届新的处理进度已经有89.4%，有10个人决定要放弃台湾身份。目前呢，还有1290个人找无到。立委会会用各种方式来找找，袂直接甲因注销。那海基会今仔日也讲，有中国配偶伫咧办申请图籍的时阵，去互中国迄边刁难。罗文嘉也公布对华渗透案件的统计资料，去年到达有29件，而且因是不只是针对台湾，中共是对世界各国拢共款。针对中国配偶保立丧失原则的证明时限，敢若到6月底，立委会共款是持续积极在找人保障因的权益。根据统计，已经交立证明文件有6569个人，用具给代替，也是申请延期的，拢总4287个人，这篇比例到89.4%。另外嘛有10个中国配偶决定放弃台湾身份。有些人是在对岸还有享有一些社会福利，不愿意放弃。那有些人是因为在那边有财产要继承，那有些人是因为在台湾已经原来的配偶已经不在了，所以想要回去。不过中国各大办所批评讲，这是违法立权，打压特定的族群。海基会强调，中华民国是法治国家，除了尊重人民的感受，嘛要兼顾法律的公平性。佮点出一寡中国配偶甚至办图籍的过程中，和中国家为难。有些部分是他们去办理的时候，对岸的地方公安并没有提供他们出籍的证明，那原因不一。我们理解到很多当事人因为不了解法律有这种规定，那经过20-30年，他没有自觉到，也不知道，其实这个事情并没有完成最后程序，这当然政府有责任。另外，罢免投票就要举行，中国敢唔动员中国配偶，也是台商党来台湾投票，也是利用其他的方式来影响。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表示讲，目前无法度确认，也是证明有中国渗透，但是呼吁要谨慎。一个处心积虑想要破坏台湾民主宪政运作的国家和政权，我们不得不提防，不得不小心。罗文嘉嘛提出资料，指出讲最近2年中国间谍渗透台湾的案例，2024年6件，2025年甲打到23件，涉案的人数有95个人这么多，目标锁定台湾的军方和政府单位。另外，中国渗透其他各国的案例，今年有17件，涉及8个国家。罗文嘉重申中国渗透分化是正高，面对挑战的恐惊，唔那是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鼓山区有一个冷气行的头家，因为家己有食毒，就利用这店面开始卖毒品，佮互这有禁毒的人呢来甲伊做工到冷气换毒品。警方表示讲专案当咧调查。姐，姐姐。
大力将门暂开，高雄市刑警大队来到高山区一间透天厝，搭站楼详细敲吹，因为警方接到线报，讲这间冷气行头家是一名姓区的查甫人，平常时除了有咧卖冷气以外，佫有咧做摇头卖毒品。警方敲吹了后，除了姓区的摇头，佫掠到3名药卡，现场也找到4盒安非他命甲大麻，拢总55包。查获邱姓犯嫌，并查扣1级毒品海洛因22包，2级毒品安非他命5包。大麻28包。警方这摆行动，唔但发现市区的嫌犯有卖毒，佫用毒品写一寡来学西亚的人食。这西亚食条例了后，因为无钱，通可佫买毒品，就用做线工的方式来甲嫌犯换毒品。警方表示，初步了解，目前受害西亚有2人，后续也正在扩大追查当中。冷气的工资一天大概会有2000至3000，经我们调查那个大麻现在1公克的市价大约在2000，然后海洛因的部分大概到3500到4000不等之间，所以他们会用工资来换取微薄他们毒品来吸食。警方表示，斗冷气较属于粗工业，受害2名西亚年纪大约40通岁，因为休假期间有未少少年囡仔会去做线工，警方也呼吁找头路的时阵一定要认真细致。记者郭家如邱朝阳高雄场报道。行政院今年通过大南方新设国推动方案，规划伫咧台南、嘉义、高雄、屏东打造这科学产业园区，吸引真侪少年人回来到高雄发展。根据着人力银行的调查显示，南部唔那这工课量有增加，这幸福感的指数也比北部更较悬。即马是休热期间，嘛有侪学生拄毕业，所以嘛开始有真侪人咧找头路。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指出目前伫台北做工课的人有56%愿意转去南部食头路，其中有30%表示非常愿意。其中上侪人转去南部会选择工课是观光旅游、餐饮业，佫有半导体。原因是因为南部的物价较俗，厝价也较省。我们都会很直觉认为说，不管学校、资源还有我们的工作机会都是北部比较多。其实，如果真正来审视一下，你看我们南部的大学，他们去发展各种他们的特色，而且我们的产业也不比北部少。人力银行指出，就行政院伫咧今年初推动大南方新设国的方案，南部加做台湾半导体、光电、日能的重要基地，工课增加嘛进一步刺激少年人愿意转去南部发展。人力银行表示，南部地区目前拢总开出来30万的工作机会，年成长12%。南部呢，除了就是会把青年学子吸引回来以外，其实观光产业的一个配合也非常重要。所以，尤其在南部，我们高雄地区常常能够吸引到很多外地来的人来这边观光，来这边消费。大南方新矽谷的计划，那因为现在这个我们的高科技的那个龙头啊，不管是台积电哈，或者是它周边的这个所谓的供应链，这整个都已经由北部的新竹一直往南部来，特别是在高雄。另外，这份调查也显示，在南部做工课幸福指数达到61分，比北部的54分更较悬。人力银行和学者嘛建议，政府会当设愈侪产学合作训练平台，培育在地人才。记者陈选谢桂玲台北报道。休热是旅游的大季，不过这旅馆业者说讲，今年暑假这国内旅游的订房率平去年尚无退步2成。旅游业就分析讲，因为这台票升达出国会好，那阵这国内旅游的部分有研究也讲呢，上届前的旅游景点等咧改变，那阵会当举办大型活动，就有机会改变这旅游的意愿。囡仔欢喜在耍水，耍水区边啊，都有会当冲水的所在，嘛有布棚和椅啊，会当小可休困。在新北市沙丁堡的大都会公园，是今年1月到5月全国佚佗景点人次的冠军。除了大范围游戏的设施，嘛有自行车道，这温度会当直接到家，交通方便嘛是受欢迎的原因。尤其是暑假吧，因为小孩子，这对小孩子放电蛮 OK 的，给孩子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呐，而且这个空间还算蛮安全的。中江观光政策研究室指出讲，国旅的景点当地大洗牌，今年1月到5月，大都会公园来访的游客上侪。接落来照顺序是台南市国华友爱上宽、台北市西门町上宽、鹿港老街和台中公益路上宽。这5名和去年比是大洗牌，亲像台北101和嘉义文化路夜市啊，拢无伫内面。新兴的景点哦，在今年度的这个
游客人数大概差不多占了将近有30%。虽然讲新日去排行的景点有成人客的占比，不过检视后热国里市场的订房率，目前为止和去年同期比是衰退，业者估计至少落2成以上。在没有大型活动的加持之下，那我们平日的住宿率大约就是3成左右。那这个相较于往年8成的好成绩来说，今年的成绩可谓是腰斩在减少。台币升值的话，出国旅游踊跃。国旅又没有推，所以会整个让在国内旅游的意愿会降低啊。房价高，机票降，那会有个那倒不如我出国出去好了。像现在菲律宾7月要开始做免签的动作，在越南免签，泰国也免签，造成一些国旅的衰退。旅游业者认为讲，因为各地的房价无啥落，代表性达突出国是更较会好。对较歹的各地市场安怎解决？学者黄正聪指出讲，举办大型的活动有机会甲客量吹出来，亲像今年白沙屯妈祖绕境伫5月时阵办，超过绕境路线的5个县市，这套景点的人数就比去年增加347万人次。记者综合报道。后来有真侪人出国，这桃园机场公司预估7-8月啊，这总运量呢是平去年升9.5%，有到853万人次。机场捷运这几年呢，这捷运的运量和坐机场捷运出入机场的旅客量变侪，对至一开始呢会增加透早和半暝的2班车。后来出国大会，桃园机场公司预估7月8月总运量会有853万人次，比去年成长9.5%。机场捷运这几年运量也大大增加，坐机坐到机场旅客占总运量的3成。季2023年平均日运量是25690人次，到今年6月已经成长到每日36649人次。我从美国飞过来嘛，然后我早上4点钟到机场，我还需要等到6点钟才可以搭捷运到台北市区。为提悬服务量能，桃捷公司决定 A 1支楼梯客站发车班次自一开始早暗各加1班，未来上早透早5点33分到车营至到台北，上暗碟透早0点23分到车营到机场。早班加班车自清晨5点33分从 A22老街西站发车，比原首班车6点03分提早半小时发车。另外，深夜机场加班车延后到深夜11点50分发车。方便啊！因为如果有早班的班机或者晚班的班机，就是都可以乘搭。针对机制增加2班加班列车，透早中昼往台北方向的早班加班车，加半暝往桃园机场的加班车，旅客大部分拢正学旅。机场捷运为疫情了后，旅运量也一直稳定回升，为目前已经成长每日超过12万6000人次来坐。记者综合报道。农民是靠天食饭，讲到这丹那市风台造成中南部这稻啊损害甲真严重，那岛长也因为这岛气淹水就补价啊。农粮署已经启动收购1公顷补助55000块，要来协助这农民清园，希望农民呢会当赶紧再来重新种植。全部岛际稻仔有的内底是空的，有的已经出价，影响整体收成。受即摆丹那市风台影响，中南部有真侪稻仔损失严重。除了岛气淹水，后续佫因为无法度马上收成出价，起来品质落差真大。是全岛啊，对，全岛啊呢，有可能会出价啊那样。对。啊，收成率安尼个起来？收成率无好，伊安尼往这挂，这第2趟的啦。啊，伊这个辅导落去，伊就等车仔紧嘛歹刮。为协助彰化、云林、嘉义甲台南4县市农民降低损失，佮妥善处理受损的车仔，农粮署7月7号启动灾害车仔收购措施，佮伫15进一步推动村的全部收购专项，希望能协助农民减少损失。这是中央在7月9号已公布收购灾害股，那计划性跟辅导性的稻谷呢，我们5800公斤的部分以23.5元来收购，那余粮的部分呢是以20.5元来收购，那剩余的部分呢，农业部也增加2成来进行收购。另外，针对无法度收成的产区，是每公顷55000块进行清园补助，协助农民减少损失，赶紧复耕。其中，彰化甲云林县农民申请期限到7月25，嘉义甲台南农民申请期限到7月31为止。记者综合报道。
嘉义县即届风台这温室网热霜断甲8成，说是有人侥幸监视得，甲这农民骗，讲会当随时来甲修理，就共定金摕的，人就做伊去啊。这农业处是呼吁农民唔通无拍契约就先付钱，那种汇款呢也该证据留落来，来保障家己的权益。一做，因为风台站要修理的温室，农民唔但烦恼找无工。修理的钱，佫是一条真大笔的费用。有人就利用农民这种心态，骗农民讲用6成的计数就会当修理温室，结果农民定紧入去，对方摕到钱了后，人煞走无去。有人就是利用报价报得比较低，或者是他用一个借口说你先付我定金之后，我马上可以安排帮你维修。那农民当然听到都说很心动啊。你要讲安尼方法，你钱互伊去借，无法度啊啦。啊，伊即马佮甲我讲伊无钱啊。看会当超过5万、10万型无啦。嘉义县温室网室这种农业设施，计共有1470公顷，这届风台带来8成以上的损害。因为要修理温室，互骗农民拢无报案，偌侪人受害也唔知。嘉义县农业处就呼吁农民，要找厂商除了爱加探听以外，确认签约的对象，唔通因为介绍俗，或者是会当提早施工的条件去互人骗去。确认。这个厂商是正牌的厂商，而且来跟你洽谈的人并不是诈骗或冒用这个厂商名义。相关的温室作业，请订定契约书。那契约书内容你要做确认。农业处强调，这种诈骗的行为，真侪拢是伪面册，也是赖顶面的信息。为着要减少互人诈骗的机会，契约的条件除了要讲清楚，嘛唔通直接摕现金互人，尽量用汇款。有纠纷的时阵，才有保护家己权益的证据。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为了要推测在地食材，也和学校的中岛等的菜色有变化，高雄市结合着食品产业农会甲学校，邀请比基尼的总铺师用高雄生产的米甲菜色来设计5出料理。教育局也讲，这新学期开始呢，除了有新的菜单，也有更加侪高雄农产提供给学校或者囡仔会当食在地食到死。我就把它稍微爆香就可以了。先将葱头甲油葱酥下落去浸芳，然后佮将水莲、番麦笋、咖啡笋等正10种的菜色放落炒。这是米其林历请认证的总铺师，特别为高雄囡仔设计好料理。拢总5出菜，有沙白鱼丸、金龟炊卵、白菜头、鱿鱼卤肉，佮有7项高雄147号米、参毛豆、蚵仔、番薯落去做的炊饭。各项菜拢正好食样，和学校的营养师拢正学乐。简师傅很厉害的地方，它颜色配得很好。那我觉得视觉在变化上面，它如果很缤纷，然后呢看起来很可口，小朋友的视觉效果就会好，就会想要多吃。基本上这几项菜拢是还蛮简单的，简师傅应该是有搭配我们学校会当处理的迄个总控去设计。都还不错。这场结合食品产业、农业界甲学术界的活动，无论是营养的配合，也是煮食的方式，拢是为着要互囡仔加食一寡好物件。农业局表示，这阵高雄学校所使用的食材，全部拢是经过国产安全认证的，不过无一定是高雄生产。希望未来会当提高在地农产的使用比例。农业部在推动3张1Q， 就是鼓励我们在地的血统，各位的吃的都是有来自我们国产的，也是来自我们这个安全健康的这些蔬菜。那我们高雄呢，特别就是希望能够用我们在地的食材。如果可以透过一个好的机制，让小朋友从小吃到好吃的米，国产的米，让他们了解，他们甚至可以透过食农教育来美农学习插秧。教育局表示，对新学期开始，有这5项米其林菜单会提供学校使用，还有300栋的高雄147号米会当给学校选买，用安尼来落实对产地到食饭道的理念。记者柯家祖、张高雄场报道。今年小琉球已经发现到19颗的海龟卵，最近也是这海龟生卵的季节。管理处就举办前海沙保的活动，这2天计共拼出超过350公斤的本数，要让这石龟会当安全来到海浜生卵。也提醒咱的游客唔通去搅扰这海龟妈妈生卵哦。手摕着叶仔，游客甲在地居民一透早就伫海坪面顶骨力清粪扫。这是坪管处举办的爱龟净滩接力赛，伫小琉球的大坪参与运动的海坪，2天就拼出358公斤的粪扫，除了塑胶管啊，还有袂少风台过境留落来的生活用品。跟小孩都可以理解到，尽
净滩其实是整个行动的最后一环，我们把已经制造的垃圾带走，但其实是源头怎么样减速，怎么样改变自己的习惯，然后让源头的制造就本身就可以减量，那才是真正的根本。根据海保署委托，台湾罗格斯协会调查记录，今年伫小琉球有发现19窟的海龟卵，这两大沙堡是海龟母上花生卵的所在。品管处表示，希望透过这种做伙摒扫的行动，甲可能妨碍海龟仔返去海洋的障碍物清掉。净滩，我们不只有在沙滩上面净滩，其实我们自己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也是一种净滩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让小琉球的海龟它有一条安全的回家的路，我们把这条路把它创造出来，让这边的生态越来越好。因为小琉球准备要进入海龟孵卵的大月，品管处提醒游客暗时较莫去沙堡，避免搅扰海龟探井。佚佗的旅途中，尽量减少制造粪扫，甲清气的海皮留互摒说要爬返去海内的细只海龟。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国家影视厅中心正式公开一部现有上届早伫咧翕台湾本土影像电影《福尔摩沙》，记录上100年前的台湾。这短短7分钟的纪实短片，经过酷比数位化了后呢，民众会当伫咧影视厅中心官方的 YouTube 频道免费欣赏。8年前的台湾，民众伫路边食物件，这人拢是伫咧地方内底做事的路工。这段黑白影片记录一个世纪进前台湾第产业形成的风土民情，非常珍贵。这部号名福尔摩沙的短片，伊原本的这短片放伫荷兰电影博物馆，经过同意了后，国家影视厅中心得到复制拷贝，数位化了后，7个正式放伫 YouTube 官方的频道。虽然他是外国人拍的，但他拍的是台湾的当时的情况。那我想从我们现在比较成熟的这个历史社会的这个背景上面，我们可以做更好的诠释。专家可证，这部短片可能伫1917年翕的，原本是流传伫荷兰甲法国这西方国家，翕到当时台湾的风俗文化、农业建筑，也有有关自民族活动的情形，是即阵现存上早所翕的台湾影像的电影。比较像一种介绍式的影片，那它的视角当然是蛮西方，就是给欧洲可能是中产阶级以上，他们在学校或是其他地方去认识亚洲这个地方。我的考证是没有错的话，它是旅行电影或旅游电影的其中的一部。它是到全世界各地，到非洲、亚洲各地，目的就是拍当地的奇风异俗。学者认为讲，根据影片内底一寡线索推测，翕的人是来自美国，主要是正做演讲分享这商业宣传来使用。研判要其他的单元，也毋过正片什么时阵出品，就伫咧倒位已经毋知影。也毋过珍贵的影像也提供民众甲研究者来探索了解台湾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咱做伙来关心国际，讲到这欧洲庆关温，这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热到37度，附近的小镇也无法度把这野火控制掉的，乌烟是规个马德里拢打掉的。对这个画面呢，咱当看到讲，这马德里的天顶规个是乌色含红色的高烟。外国媒体指出讲，这一阵野火呢是对这马德里西南方的小镇开始烧，已经烧3000公顷啊，并且是超过115个大安森林公园遐尼宽。来看南韩，南韩出现这200年来上济雨水量，中部地区对10月开始一直落大雨，上无有4人死亡，2人失踪，超过5000人就要撤离去避难。另外，这巴基斯坦也因为当咧雨季，当咧做大水，过去24点钟上无有63个人死亡，6月底到今呢，已经有160个人死亡啊。大雨落未停，强要淹过车链，汽车掉伫路的，毋知要安怎驶。也若和平公园是水淹到半车身遐悬，就连粪扫桶也浮伫水面的。南韩中部甲南部对当地10日开始连续落几若天的大水雨，出大水，造成民众死亡失踪。总统李在明18召开灾害管理会议，强调优先确保人民性命安全。어제 오늘 계속 폭우가 쏟아져서 여기저기서 인적 물적 피해가 발생하고 있습니다. 국가의 제1의 책무는 국민의 생명과 안전을 지키는 일입니다. 南韩气象官员讲，水山市甲中清南道落雨量是200年来头一摆发生的顶级。水山市雨量超过110毫米，也是8年来超级暴雨。10点钟就落完1年35%的雨量。
除了济州岛以外，多数地区拢发布暴雨预警。到18世纪10点，累积雨量已经超过500毫米，创下历史新高的纪录。到当地18世纪11点为止，已经5600多人必须进行疏散避难。全包含路饮水，也有半花放弃者公共私人财产的损失，总计超过770件。未少渡轮航线主要铁路登机，也有超过400件下好停课。韩国灾害应变总部已经启动最高层级的紧急应变系统，并且把部分交通路段关起来，避免造成这个严重的伤亡发生。原来伫南亚的巴基斯坦对六月进入雨季了后，也是一直落大雨，引发水灾，部分厝顶结果无再徛家拢倒去。根据邦吉普省灾害管理局统计，雨灾造成24小时内至少63人死亡。对6月下旬开始，总计已经有160人死亡，超过一半是囡仔。अगले 3 रोज तक तो ये एक्टिविटी मामूल के मुताबिक होगी, कोई ज़्यादा तूफ़ानी बारिशें नहीं होंगी, लेकिन हम अगले वीकेंड से एक्सपेक्ट कर रहे हैं कि ना अगले हफ्ते से मज़ीद जो है ना 2-3 दिन का एक स्पेल होगा जो मुल्क के बालाई इलाकों पर बारिश का सबब बनेगा। 因为有7拜六可能更加大水雨，当地政府已经部署几1000名救灾人员到邦加普县去台兵，并且呼吁民众遵照官方指令去避难。公视新闻陈时东编译。美国川普政府最近决定要把5个反动罪非法移民送到非洲的施瓦蒂尼，引起批评。反对的人讲，不应该把这施瓦蒂尼当作是川普的本所场。另外，川普是搁再提出讲要重新启动恶魔岛改革。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嘛讲，这款的提议实在是足戆的。和美国合作对路怪物的5个按古巴、牙买加、寮国、越南、也门来的移民，用以犯罪非法移民的罪名捆捉出境，所要遣送去的国家，却是非洲南部内陆国斯瓦蒂尼。这个事件引起全非洲的愤怒。美国总统川普讲，这是因为部分捆捉的对象是由原母国来拒绝接受，再送来第三国。根据 CNN 报道，这5个移民因为所犯的是性侵儿童，也是谋杀这款暴力犯罪，受到定罪。虽然美国官员承认，这款罪犯已经引起非洲各国安全的忧疑，不过讲因是向单独关伫个斯瓦蒂尼的监狱内底，所以未对非洲各国也是当地的民众造成威胁。不过斯瓦蒂尼的反对人士批评讲，完全无法度接受美国把斯瓦蒂尼当作收留这款罪犯的本所场。We condemn that the bringing of hardcore convicts to our country to mix with our young convicts who still have a chance of to be rehabilitated. We can approach the courts,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or any other legal institutions to possibly complain. 另外，川普伫5月8讲，要重新使用伫旧金山湾的恶魔岛联邦监狱来关押美国的同罪犯甲非法移民。美国司法部长邦迪甲内政部长碧君伫17顶岛视察，受到众议院前议长菲洛西批评讲，这是上界歹的建议。长期研究恶魔岛的专家讲，恶魔岛的设施已经无法度使用，要使用恶魔岛是一项大工程。伊伫1963年收起来了，转型做博物馆甲观光景点。目前是国家公园管理局咧掌管，每年所接待的游客有超过100万，所以若是要改做监狱，嘛需要国会表决来通过。征收甲重建的费用嘛会开真侪钱。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澳洲有一群科学家想要透过人工智慧，甲咱人的脑波发育做完整的画具。未来若准成功呢，这中风或者是自闭症患者因的复健甲治疗，拢真有帮助。这是有测试的选题科大学生，伫测量脑波的头图，透过128电极甲连接的信号线，连到电脑，电脑软体先将这个脑波转化做相关的字，佮透过深度学习模型，重组做合文化的正确字句。We use the deep learning model to translate the brain signals into the intended words, and then we use the large language model to make the match of the decoded words and make up for the errors in the EEG decoding. 台湾来林正鼎伫交通大学电脑甲生物医学工程相关科系教册真侪年，目前是澳洲国立科技大学教授，负责计算智慧甲脑机改变研究，都甲 ChatGPT 等
AI 开讲机器人的发展过程同款，解读人类脑波个翻译做完整的字句，需要猎集大量的资料库，可一直修正。澳洲的 ABC 电视台报道指出，研究团队即卖正确率是75%，林正丁教授的目标至少爱护90%。另外，未来科学家医学界眼光，拢指向协助无法度讲话患者。We look at a medical condition and we look at what function has been affected by that medical condition. What is the need of the patient? We then address that unmet need through technology to restore that function back to what it was. 比如因为中风这原因无法度讲话患者，那要互医师更较正确了解病情甲需求，研究这种脑器改变，将想法传达出去。同时，这种改变用伫复健的过程当中，训练患者的脑部，这对自闭症的患者是特别有路用。那达成这目标，同时测量脑波的机器，用互人伫咧世界行。所以，科学家要费心的，就是安怎保障当事人的脑波因素权，则袂互人利用。公司新闻徐家珍报道。各位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7度到3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6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27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8度到34度。结果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Thank you.